台湾总共有600人种的调，其中后调就占43%，有260人种。和了条后调地图，伫国际上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俩种嘞。伊哋每年10月就会大量出现伫台湾西部的海顺地区来过冬，尤其係台南市區的正本海峽水島，下巴會出現幾千隻。有看到幾條的財嗎？因為幾條的財看起來像盤絲，幾隻又像鵝安樣拍拍，所以後尾就喊幾條負面盤絲鵝。不過幾條唔係鵝哦。呢條係台灣嘅凍候調，因為在外顯係像樂器嘅琵琶，所以北京尾就喊呢條做黑面琵鷺。負面盤絲鵝是凍死嘅方式嚟當神奇，呢條凍後貴圈強下侵蝕，大隻頭來來落在寸到水度緊熟，一熟到就夾起來吞入肚。不過，你莫看台南的負面盤絲鵝眼太淺，就感覺呢條當普遍。唔對麼？其實呢條係一種就會徹底的調，喺安尼台灣係呢條喺全世界最重要的過冬天。尤其重要，就2015年負面盤絲鵝的全球統普普查，全世界總共將調查到3272隻。其中，安尼台灣就有2034隻，超過6成。和兩位台南的正本海峽，呢條嘅數量就佔喺全台灣嘅9成。所以，韓白有機會到台南去看負面盤絲鵝，最好係伫下晝啉暗氈，因為呢段時間正係呢條侵蝕嘅高峰期。看呢條貴圈可能盤絲頭來來都冇喊伫水度內緊拉，真蠻神奇。正月大，負面盤絲鵝就會開始繁殖。到3月，看到大條的跳喇叭、老胸脯出現黃金色的番薯毛，當日動物漢緊實早早食到屁股股，就表示呢條準備準備去傳台的。呢條番薯體也是地公喺朝鮮半島、到中國遼東半島外海呢條蒙眼大的隧道。其他，你對呢條的了解就實在冇到了。